是多少钱？那个阿家的嘛。OK，我们阿家干啥啦？谁能看啊？你那家人的电子我们给人多了电子泡牛之类嘛，在牛条上弄，这个是单的。但是开呀，就些嘛，这可是啊，人工给嘛的。看嘛的啦嘛的，我你这大前那个演出做的个就刚中个，这边能啊去帮他们。叫演出嘛有个安安全全那电子去路呀啊。干嘛？现在就是俺大个那些进来你们去干么的哒？啊，这。大家你演出做啥？大家可这样给。看那家去做，那家去做。看那这个干，刚跑点的，金星酒店呢？金星酒店这个是做了，的跑不点啊，大跑去做啊，不拿的不拿的 ，OK。你如果没你是个不对的啥子嘞？这个那都在哪里？那都在哪？听懂呢？你看那。家人没关注的关注一下可以吗？没关注的头像旁边不是有个红色的吗？按一下。帕卡高的那家就是皮卡高，干了。哎呀，你这出来。干了跑点的，俺说跑点的。我的家人们点赞不要。对，三路。空巢是把点的口。3路口。315点的口，315。那就没事，你们两个准备找一下啊。他准备找的。娘嘛，真是不认得起。我这是狗的来了是家他们。家人们家人但是要把刀哥，那么来的。万里说那个。点赞一下，点赞！我们这边扣下666，家人们，不然的话会安排哦。哎呀，在这边放一下啊！我的手机这边放一下啊！不用。他这些的你。准备转一下啊！一个在那边，一个这边转一下啊！这个比较远了吧？哎呦，真的是哎呦，太远了。怎么也搞了这个？这是干啥的？哎，等那下，那倒是啊。睡觉更快，他那么睡着感觉了是。家人们，这样啊。娘嘛，真是哇！来起来！哎呀，等你喝，等你喝。对面谁看？没事的，长得那个呀，你给他这个就没到。呀，我走。你给他看这个，你别说今天个包着桌啊。यार रद्दा से टाग गला मुझे पहना माया नहीं तो चिची हो मारे या just जो ना ठीक है जो सांस just ठीक है जो ना ठीक है लारे yes पहना 那家新这个对避免这个对那家新这个对避免这避免做差那是避免这个就上次吃些就那个啦一点都嘛啊就是不把看你点上我们这里立马出去对吧等你给家这个没多的这个家这没多的但是他那个啥在这个地上动的这个山动的吧那上面个山的话那个就把要提什么团结找我这个不忙的个别人阿家啦家这个没多这的我们山西不专门给
马赛阿家那个包着着急的，这里些人，现在现在从嘛先去不来上，现在是从嘛个多个技术，刚刚他用过把嘛说啥子那了，耶嘛啦个，地铁上这电商他们家去做，从面多个做的去，电商他们让个的话，那当然个的，我让个铁东了，地大的个的话，全部要在这里，先就到那去个啊，在那个人家去的看到的去做啊，铁东去做啊，去直播夹子没吧？那个嘞。卡了，是没有，没有，点赞做一下点赞，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直播。刚才去刚刚他就门口去动哈咋进个嘞？他妈跟那个俺家去做了，多个去做了去。店长说俺的不要放大好不好？刚刚同学菜人老讲，哎呀，我就尴尬了。哎呀，放大几点钟？我放大几点了？哎呀。那个呀，我这媳妇他妈跟俺家去做啥？多个去做了去，菜都老别呀，当放大最最尴尬。什么情况啊？这个是真的是，不要放大哎，真的是。他们要看你是的放大的真是个的。后面引他们的那个家去做了，多个去做了去，放大做嘛，都你那多嘛，这什么的哎，他妈干嘛？干那做啦。哦，对，呀，刚刚他就是菜老家，你这个都知道。你那老母特别什么？你吃叫二代什么啊？要把狗给这就牛肉子。呀，刚刚他就菜老家站起当着，等你吃饭做到位了。OK，那个老家听说的，那个朋友手里不？就是那咱那个有嘛的，然后那点那个大碗子，我们发现那个没打就么子，要打个上的发现有嘛嘞？现在现在老家听说了就在的，那的两着打都给打，现在什么？那你来看着这些菜上老家小那么多葱啊，等你吃饭做的到位的啊，安全的啊，等这来说，等你按照点子我们做，我们做呢，加班人就那这个的。谁加班的是牛就是些的，俺家去我往差不多谁就忙个多，是个加班的是牛就是些了的多。OK，点我们点就没个吧？啊。你们这里咱们把它找着，那不行，先就买研究是吧？啊？叫玩个叫的，咱们马上就能去通。热的早了马上嘛，去见呢，让着牛热的，我把几多。我没事，几步谁做对，当年是在桌子这那搬的这那了，那对，那对累的，现在我们大家啊，我去打坐，咱们家就做个么个吃饮些呢。我这人多个上了吃没事，一那用康巴萨个没听懂那打才是为了你，他们现在不是得了是都啦，一个都的开就俺开上来了，都在打过来的啊，呀，从那个叫都个。忙才就拿出去看着这些菜了老家，哦，这个干不着么子那个。呀，看不起吧的，他就打，就当看吧的，个来是当我起来就嘛，苹果弄的那边用。没关注的关注一下，头像旁边不是有个红色的吗？按一下，家人们，都可没个都可记住了，都看着。赶紧去，刚刚去，那就突击去，打蒙古语动他们个等你。这么看咱们这最爱的，哪家就说给吃饭要不热的，干脆热的呢，从那个天干嘛没在搁到，哈哈哈哈哈！哎嘛都按照俺啦，就开的门，俺就哪家热的，就哪就俺家天东弄了打来东，我们老爷了头来呢，用泡上个怎样东，三个葱弄的，这都这么的，去，等你天东弄的东，我们不得记得。跟你有关系吗？这是的。啊！天天早些。给家跟前的哥嘛都搞啥敏感，我们我不记得多。哎呀，OK，这边不么设计的，等着一着。OK，我们这边不么个早晚个，我在先，等着先。昨晚上班的，10个，100个。
他们两个在西藏成都市啊，成都市他们两个在。大东也去了，给这解释。啊，就大，你都几年？刚被菩萨给，你这干嘛？弄就懂，那就是个工作的少，人工得不行呢，总体给扎一两个，哪怕从那个多个西山呢，那个讲嘛，别弄别的。对，但呢，这个这西门他们这个남자친구了，他们给他们的都是接着就是菜上老家，남자친구 뭔가那吃些个呀，看工作做，那么个一动到当个남자친구这都个做了觉得，俺就弄俺，我认为俺弄这丢个都个几个都能够吃些看，这俺都怕是不得起，你妈不是？남자친구有1万个，1万。1-2万就是随便的，没关注的关注一下。这样吗？等上俺都可没这个，家妈妈嘛的，你打算的家妈妈嘛，上俺个地点这都是，等上俺农家群众啥个，特别的家妈妈们个这都菜上老家嘎嘎上去，哎嘞，万一人家阿去做老家那个去，关注要多少？1万。没关注关注一下。没事的，不想关注的我就不要关注了，学艺。不要了。남자친구 쟤니 다 때렸어 나我这对不起他，放好了，叫了，妈妈妈。姐姐。当你去东啊，你去东啊，这个没忙下去的，没忙不得手给他，现在说也不得咱们关注是老多的，我这个家里嘛的老多，我现在说这江苏的东，你呀，蒙个一动个嘎嘎上去，我们从这几个年嘛，咱是分的，这对面些个例子没得呢，大家从俺的。嘛的去关注热嘛，3年。那就你直接退吧，退吧。哎呦，我也不想理你这样的，我直播间。我给你唱歌了，没意思的。那马上唱，不是唱着吧？